香港人口正邁向高齡化，推算到咗2041年，每3個人就有一位年齡介乎65歲或以上。全港有一半人口嘅年齡，亦都會喺50歲或以上。為咗了解長者需要，社聯喺工業貿易處中小企業發展支援基金嘅資助下，喺12月至1月期間進行咗香港銀髮市場調查報告，透過長者服務單位以問卷形式訪問咗517位55歲以上人士。結果顯示，受訪者認為現時市場上缺乏切合佢哋需要嘅產品同埋服務。76%受訪者認為市場上符合佢哋需要嘅產品同埋服務選擇唔多。最多受訪者認為醫療服務嘅供應不足，其次係醫療保險同埋護理服務，第4位係住屋。就係我哋覺得而家長者嘅需要呢，可能喺市場上面呢，企業或者商戶呢，未必係真係好掌握。或者可以咁講，即係未完全開發、未完全了解長者嘅需要喺邊度。咁所以呢，我諗我哋係希望呢，企業呢可以就住佢哋專係想要嘅一啲即係產品或者服務呢，有多啲嘅行動，有多啲開發。第二方面呢，就頭先有提過啦，即係隨住長者嘅教育水平提高嘅時候呢，咁其實我哋見到呢，可能長者喺需要呢產品裏邊嘅一啲資訊呢係會多啲嘅。咁我哋期望，因為即係銀髮市場，我哋希望呢市場裏邊能夠俾多啲準確啲嘅資料呢，係俾啲長者去做一啲選擇。咁我相信呢一方面呢，對於企業去開發銀髮市場嚟講呢，就呢個係一個唔少得嘅一個重要嘅策略嚟嘅。此外，有好多受訪者表示喺未來2年會增加醫療服務、健康食品同埋護理服務等方面嘅消費，而且好重視成效，對企業嚟講充滿商機。以選購健康食品為例，受訪者會多考慮成分、品質同埋效益，同埋專業醫護人士對佢嘅建議等等，而唔係只係問價格。有見及此，社聯喺工業貿易處支持下推出銀輝企業嘉許計劃，以應對長者嘅消費需要，同埋推廣銀髮市場，協助商戶同埋中小企了解銀髮市場，提升服務同埋推廣品牌，迎接高齡化社會帶嚟嘅機遇。係一個計劃咧，裏邊咧係主力咧就係去提供一啲免費嘅服務俾中小企，因為好多時候咧中小企我哋去到同佢哋分享嘅時候咧，佢哋都會分享翻，我哋資源有限啊，你要我哋做咁多嘢去迎合長者嘅需要，可能我哋未必有咁嘅資源，咁所以我哋就會提出一連串嘅免費嘅一啲培訓啦，希望前線員工咧都要了解到長者如果去購買你個服務同埋產品嘅時候咧，有啲咩要需要注意。